好，各位同學，大家好啊！咁咧，由於又係啦，呢一段片係接住上一段拍嘅，咁所以咧，我仍然都喺嗰個地鐵站嘅。咁咧，即係趁住呢一個空檔嘅時間，就同大家拍片啦。咁啊，中間會有啲月台嘅廣播，希望大家多多見諒。咁啊，今日咧為咗同大家溫書啦，即係用多啲本教科書，咁所以咧就上堂同大家重溫咁啊，即係呢一個嘅清朝嘅民族管治政策。咁啊，清朝嘅民族管治政策咧，咁啊，即係佢嘅民族，佢所講嘅民族咧，就包括咩咧？漢族嘅。咁啊，漢族係對於清朝嚟講係一個外族啦。咁啊，跟住另外咧就係即係滿族啦、自己唔計啦，蒙古啦、西藏啦、藏族啦、回族啦，即係新疆嗰邊啦。跟住之後同埋呢一個嘅西南夷啊、少數民族啊咁樣。咁我哋首先講下明朝、清朝入關先，即係清朝統一嗰個位。咁你呢度好快講完啦。咁啊，即係上堂亦都即係有講過。咁啊，佢首先第一就係兩個重點啦。第一就係清朝佢係用乜嘢嘅理由入關，跟住之後個藉口係咩嚟咧？咁係咪一個藉口咧？咁樣咁同埋咧，其實嗰個清朝個統一同埋清初個盛世係真係好犀利嘅。清朝130幾年嘅盛世，康雍乾。咁首先呢度咧講幾樣嘢，好快講完嘅啫。咁啊，入主中原啦，咁啊講到咩咧？就係當時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咁跟住咧擊敗李自成，咁啊肅清張獻忠，咁跟住之後消滅南明㗎。佢消滅得南明，即係其實入關係取天下於亡明係一個藉口啦。咁取天下於楚王係一個藉口啦。咁啊南明係俾人消除啦。咁跟住另外咧亦都講到咧台灣嘅鄭成功啊，係啦，鄭成功嘅政權啦咁樣，咁啊佢哋反清復明嘅情況。咁跟住另外咧喺康熙年間係發生咗三藩之亂。三藩係邊三藩咧？就係吳三桂、上海起緊仲明。咁佢哋咧就係漢人嘅藩王啦，即係其實某程度呢一個咧係一個嘅懷柔政策，去封上一啲嘅明朝降臣，係啦，明朝降臣。咁啊懷柔政策嚟嘅。咁但係咧最後佢哋作反啦，咁所以咧康熙時間咧用咗8年嘅時期咧就平定咗三藩。咁跟住收復台灣啦，咁啊鄭成功咁啊即係去咗3代，咁啊去到鄭克爽嘅時候咧，咁就投降，咁啊成功用咗20年左右啦，咁就去收復台灣。咁但係由於呢一個嘅為咗打擊鄭成功咧，咁當時香港咧就受到一個遷界令所影響。咁遷界令係咩嚟㗎？就係為咗即係清廷啦，為咗即係嗰啲沿海嘅城市咧，就唔好去即係同呢一個台灣咧就有啲嘅接觸。咁所以咧就決定內遷50里。咁啊當時香港正係被打擊啦，咁好多人都要被逼咧翻去呢一個內陸。咁而由於咧當時1669年嘅時候咧，即係周有德王來任咧，咁就向康熙咧就即係請求，就要求咧就廢除呢一個遷界令。咁最後咧佢哋得以重返家園。咁但係香港咧就從此改變咗一啲嘅行業嘅生態啦。咁跟住另外咧有啲人咧就嚟到香港啦，咁啊嗰啲叫客家人啦。OK， 咁啊即係香港就有咁嘅情況。咁而呢個周王義公書院咧就係紀念翻周有德王來任嗰個情況。好啦，咁啊呢個客家圍村啦，咁所以咧清朝就咁統一咗啦。咁啊記住呢個時期叫康雍乾盛世，康熙、雍正、乾隆。咁啊130幾年係啦，咁啊即係你見到就係佢哋就勤政愛民啦，咁啊即係永不加賦啊咁樣啦，跟住收4庫全書啊、10全武功啊咁樣啦。咁呢一個情況咧就非常之犀利嘅，即係130幾年嘅盛世，所以咧8000幾萬人口去到2億900幾萬，咁啊即係非常之犀利。咁好啦，即係一個外族，佢作為滿洲人嚟到管治中國，佢竟然可以創造盛世，咁啊元朝就做唔到嘅，咁所以佢就好叻啦。咁究竟點解會咁叻咧？嗱，同埋啦，你睇下雍正皇帝，即係佢自己咧在位10幾年，係啦，你睇下阿 Sir， 係啦，即係上緊地鐵站嘅時候都同你講下書咁樣係嘛？咁即係非常之勤力啊！咁但係當然我絕對唔夠呢個雍正勤力啊！咁一共4萬幾份奏摺，14年啊，大佬，14年做皇帝，咁即係有批閱奏摺咧就有1000萬字。佢除咗自己生日萬壽節之外係冇放假，即係你諗下就係皇帝都唔放假，你做官嘅夠唔夠膽放假咧？咁樣嚇，咁所以其實係非常之勤力啦。咁勤力嘅皇帝通常都長命，咁所以康雍乾3個都好長命啊！咁版圖上面啦，嗱今日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咧，嗱台灣呢度啦，咁跟住之後台灣中國嘅版圖係咁啦，但係清朝嘅版圖係更加大嘅。
係更加大，係啦，咁所以其實好犀利啦，咁樣嚇。好啦，咁民族管治政策就嚟到我哋嘅課題嘅重點啦。咁係咩嚟嘅咧？咁我哋就要知道咧，對於漢族嚟講，究竟佢係做咗啲咩政策？嗱，漢族嚟講咧，如果要管治一班人多同埋文化高嘅人咧，咁我哋咧就要做一個嘅高壓與懷柔並重嘅政策。咁某程度上呢本書咧，佢係編排有啲問題嘅。點解咧？因為其實理論上係高壓先嘅。即係佢行咗啲高壓政策先嘅，喺順治年間比較多。咁例如咩咧？例如剃髮令、剃髮留辮。咁剃髮留辮咧，就係當時咧，佢係要為咗要消除漢人嘅民族意識，漢人嘅民族意識係啦。咁同埋咧，強迫佢哋咧去屈服，同埋咧服從清政府嘅命令。所以咧就逼佢哋咧就要剃頭髮。而中國人咧，你要知道咧，頭髮咧對於中國人嚟講咧，漢人嚟講咧係有種嘅意義係咩咧？就係因為身體髮膚受諸父母。咁所以咧，剃髮留辮令咧，就令到好多嘅漢人咧就誓死不從。咁而誓死不從嘅時候咧，因為剃髮令咧就進行咗一啲嘅屠殺嘅。咁例如呢一個嘅即係嘉定三屠啦，係啦。咁而另外有第二個屠殺係咩咧？揚州10日。揚州10日係因為咩咧？就係當時揚州咧唔肯投降，咁所以就決定下令屠殺10日，屠城10日，所以叫揚州10日。另外仲有江陰慘殺，不過呢個書又冇寫，咁唔使記咁多啦。高壓政策。咁而呢個高壓政策仲有啦，仲有啲文字獄啦、以言入罪啦，例如雍正咧就當時咧就有個嘅即係查子廷試題案咁樣啦。即係咁考官咧就寫咗呢一個為民所指，係啦，為民所指。有啲咩係作為維護市民啊、保家衛國係唔應該做嘅咁樣。咁最後咧，雍正就以呢一個為旨咧，雍正武頭咧，咁就去進行一個文字獄啊。咁另外清初仲有嘅，就有咩咧？就係呢個順治年間嘅時候咧，就有呢個明史獄啊。係啦，即係當時莊廷龍啦，咁就因為用咗明朝嘅年號寫明朝歷史，咁所以最後咧就即係被抄家滅族咁樣嚇。係啦，咁跟住另外懷柔政策啦，有啲咩咧？就係佢會禮待明朝航臣啦，跟住另外咧就會禮葬明師宗帝後啦，尊崇孔子啦，廢除明末嘅科稅啦，跟住之後收圖書。係啦，呢一個就係四庫全書啦。收圖書呢一個方面咧，你可以話佢係高壓又得，懷柔又得。點解咧？懷柔嘅就係俾啲讀書人、知識分子咧，可以有機會咧去弘揚中國文化。但係同時間佢亦都係高壓嘅。點解咧？因為佢喺入邊咧，佢會刪定一啲嘢，同埋做一啲嘅言論審查咁樣。係啦，所以咧其實某程度高壓。咁而另外科舉咧，某程度咧都係消磨士子比較多嘅，因為用八股文取士。好啦，高壓政策同懷柔政策咧，我哋睇隔離個表你就知啦。呢個表咧，你就其實應該要知嘅就係呢幾個即係唔同嘅概念啦。剃髮留辮大家知啦，明啦，講過啦。咁跟住咧，地方亦都駐軍監視，係啦。跟住禁止結社集會啦。當時清初嘅時候咧，有啲嘅哭廟案啊，或者係一啲嘅一啲嘅集會咁樣都唔允許，因為咧佢哋就會有反清嘅意識啊咁樣。跟住文字獄頭先有講過啦。咁跟住另外禮葬明師宗帝後啦，即係佢為咗明朝發喪，某程度係一場貓哭老鼠嘅情況嚟嘅，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就禮待明朝漢臣，例如吳三桂啦，跟住廢除三響啦，跟住開科取士咁樣。咁究竟有啲咩好處同埋壞處咧？咁呢度咧即係我哋要思考一下，係啦。睇翻呢一段你就知道啦。政策嘅成效，咁就懷柔籠絡嗰啲漢人民心啦。咁分化咗啲抗清嘅勢力，同時間令到高壓咧，令到漢人屈服。咁就所以咧，其實滿清係可以統治到中國喺268年，係啦。咁但係高壓政策咧，始終咧都會對漢人嘅即係有一定嘅負面影響，係啦。咁所以仍然都好多人去反清啦，係啦。咁呢度咧即係資料嗰度其實幾好睇嘅，即係有啲詩句啦，你可以睇下究竟佢犯咗啲咩錯。一把心腸論族清，清朝係唔俗嘅。係啦，跟住奪珠非正式，異種也稱王。講緊黑牡丹，牡丹理論上係紅色噶嘛。珠係紅色咁嘅意思。係啦，異種咁其實某程度佢係諷刺緊清朝。跟住清風不識字，何以亂翻書？何事亂翻書？清就清朝啦，話佢哋唔識字喺度搞呢一個文化啦，係啦。所以呢啲都係好危險啦，咁樣寫下，係啦。好啦，清朝高壓懷柔係做得幾好啦。其他邊疆少數民族咁點咧？每個同種族咧都有唔同嘅特色。嗱，頭先對漢族就係高壓與懷柔並重，而對邊疆民族咧就有幾隻字嘅，就係咩咧？就係分而治之，全部都唔同嘅。跟住之後點咧？就係因族而制宜，係啦，因族制宜。
咩意思咧？就係好似即係今日一國兩制咁樣，唔同地方有唔同嘅做法，係啦。咁而因族而制宜就係對唔同嘅少數民族有唔同嘅做法。咁例如，所以佢好特色嘅。好啦，咁啊蒙古族係點咧？咁啊利有蒙古族啦，因為蒙古比較強啦，同埋近滿洲啦，咁所以咧就同佢哋通婚、授官、封賞，對佢哋最好嘅。咁跟住另外尊崇呢一個蒙古嘅喇嘛教。成為國教，跟住但係同時間點咧？因為佢好驚佢哋好似成吉思汗年代咁樣咧，可以統一各個部落，跟住就變成好強嘅大蒙古國。咁所以咧，佢哋就整咗個民旗制度去分化佢哋，由理藩院去管理。咁所以就分隔咗漢蒙咧，令到佢哋唔可以同漢人交往同埋學習漢文，咁就可以咧去防止佢哋咧同漢人聯埋一齊作反。咁但係其實清朝咧好多皇帝咧嘅皇后咧都係蒙古族嘅。咁所以對佢哋係最好嘅。咁藏族係咩咧？藏族咧就一句講晒就係宗教，宗教。因為藏人咧佢好信奉喇嘛教，咁佢哋咧就最信奉就係達賴喇嘛同埋呢一個班禪喇嘛。咁所以咧佢哋就鼓勵咧嗰啲嘅藏人出家啦，最深宗教啦，唔好搞咁多嘢啦，淨係即係拜佛得噶啦。咁啊跟住之後點咧？跟住之後就派駐藏大臣啦。咁同時間有一個制度你係需要知嘅就係咩咧？金瓶制簽，就係咧佢透過金瓶制簽呢一嚿嘢咧，呢個制度咧就將本身西藏嗰種靈童轉世嘅制度去揀呢個班禪同達賴咧，變成咩咧？變成要得到清帝嘅確認允許，先至可以成為呢一個達賴同埋班禪。咁某程度上就干預咗，一定要揾一個聽清朝話嘅一個人先至可以做班禪同埋達賴啦，咁樣。咁而清朝好識做一啲嘅即係形象工程嘅，佢咧會扮自己係一個菩薩啊咁樣啦，係啦，即係一個文殊菩薩嘅形象啊咁樣。好啦，咁啊對於回報嚟講咧，佢又會用一啲嘅分化嘅政策，咩分化嘅政策？因為佢哋比較細啦，咁同埋咧佢哋有好多，即係佢哋回教上面咧好多嘅聖戰啊、衝突啊咁樣，咁所以咧佢哋就用分化手段挑起教派嘅衝突，咁等佢哋咧打嚟打去，亦都唔俾回民同漢民去往來，咁啊同埋禁止嗰啲嘅宗教領袖咧去干政，咁啊設置一個將軍就叫伊犁將軍，用一個武官咧去管治嗰個地方，咁所以咧對於回族嚟講，同埋藏族同埋蒙古族嚟講，回族係個待遇係比較差嘅。就挑起佢哋嘅分化佢哋嘅 ，OK， 咁而最差或者係唔需要理佢嗰啲係咩咧？就係一啲最少數嗰啲少數民族，就係嗰啲嘅即係西南嗰啲嘅少數民族，例如苗啊嗰啲嘅彝啊，跟住嗰啲嘅瑤啊呢啲啦。咁改土歸流係咩意思咧？就係本身佢哋有啲嘅土司啊，即係酋長嗰啲部落嗰啲酋長嗰啲村長啊、領袖啊咁樣，咁佢就要派一啲嘅清朝親自派啲官員叫流官。去嗰度直接管治嗰啲地方，等佢哋唔可以做領袖，咁就叫改土歸流，係啦，改土歸流。咁其實某程度係高壓管治嚟嘅，係啦。咁呢個政策有幾成效咧？就係因為佢按住唔同嘅情況嘅特點、唔同嘅民族嘅特點進行唔同嘅管治。咁所以咧，某程度上咧，其實係有利於佢哋嘅管治，令到佢哋長治久安。但係同時間，其實某程度上，如果同中華民族壯大嚟講咧，佢雖然鞏固到個統治，但係咧嗰個文化特色咧係冇咁融合嘅。所以今日你見到蒙古、新疆、西藏佢哋嘅文化仍然喺度嘅，係啦，即係唔似我哋漢人嘅有啲嚇，係啦，咁啊呢個就係嗰個清朝嘅嗰個嘅民族政策。咁嚟緊我哋會講呢個清朝嘅興衰，咁但係咧時間就有限。如果今日真係多多包涵，因為咧我喺個地鐵站嗰度錄片，係啦，咁啊如果有唔明啊聽到唔明嘅地方咧，可以隨便問莊 Sir，多謝各位。